特别做特别计划啦吼，特别计划，安尼所有的参赛品，超烦的比赛，超烦的比赛，那超烦的，当冲狗啊哟。特别谈到看到熊人欣赏的时间，哇，这位老师好有气质啊！闹热倒你腿，闹热降下來。大家好，我係馮姑啊。來，請大家好。也下來到流行講學組嘅保美爭霸賽。哈，目前也衛冕戰還蠻贏呢。西館的李彥峰，哇，他手裡啊，今天又是決戰紫金之地，5關黑一隻關卡中。哦，真的哈。對啊，魔咒。6關就是6關的關卡。對，啊，所以你今天要小心，以此類推。今天要小心我們那個阿豆啊。阿豆啊，哦，我們的阿卓仔啊。我們賈斯汀啊。賈斯汀。大家繼續好好的加油啦，好不好？加油啊，彥峰！都有好成績哈！來介紹我們的金牌評審團。好，歡迎1個徐先生、總志毅先生、齊澤比先生、黃義輝先生。好，來，今日來一位新，誒，唔係算新嘅，來過，還有反仔，也位朋友很多。羅小東帶來英雄淚。唐官啦。人生才是成功这盘一般般哟。过去的雄风来去嘞，过去的雄风来去嘞。小董记好，羅哥好，金娜姐好。我家堂去創一條歌的時間，我是想講，哎呀，什麼人創一條歌咁適合？哦，像有些乖乖創得以後啊，哎呀，好穩哦。哎呀，而且你很多個那個呢，那轉音、口氣，哎，很厲害，好自然，到位，很渾然天成，很奇怪。有唱高戰衣欣賞，黑毛，那有唱高太死呀。也是歌嘅，印象都老師唔就教過冇教過，反正我就當好學習歌嘅，聽到好聽嘅歌嘅，我就會想去學習啦。但是一條歌咁喺線上建議唔唱啊？都得人講啦，因為我本來要先拍2條歌嘅嗬，啊後尾戰衣老師講啊，
冲俩可能要较好，他说他唔来，就按讲啦。我本来想讲詹毅老师在欢迎的，这么会也不爽一条歌的感觉，迄个西安演唱较有那种霸气啊。结果没有啊，他唱还蛮有味道的呀。跟米西梅青豆哦。啊，云光跳在江山在，翻身就会一条龙，他个跳龙。英雄泪不可留，他还会转呢，很厉害呢。知道修动机冲的病啊，然后呢？给转音哦。哎，好，他那个转音浑然天成，很厉害。没有，有练呐，有差，没有。本身也是有底子啦。对啊，好不好？来，冲出来的唐先生讲点来。嘉修老师，好，我本意讲到嘿，讲到，实在嘿。真厉害啊！创作真有意思吼，规下特先要讲清楚的啦。买点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哈，你个重音拉长的时候，廖叔哥就都大声，你永远 Q 按重都没有一个特别的段落，就一直拖过去，这样强个歌的吼，你应该是渐强一个 attack 下去，就是用力一下，然后收回来。慢慢推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把它切掉，这样马上再接你的副歌啊，就像过去的雄风，你前面必须要有个酝酿嘛。你做个就一般般哟，过去的这个感觉你就觉得你唐语的就冇腔拢嘞，那个曲子的起伏就冇腔拢了吼。你还是我个建议啦，因为我感觉讲，说嘞。大嫂出错了，嘿！什么老师？加油啊！哈，我是做的哦。哎呀，但他说给怕燕龙就冲，他每礼拜都被威胁。对啊，哇，那这很厉害哦！哎呀，那分数应该不差哦。KOE是系列侦查。对呀，来，看一下来，刚加个分数，罗修董嘅分数。来，哇什么老师按手枪？是3.5分呢！哇，哎呦，这个分数爆真流下来。燕峰小心。对呀，燕峰要小心啊，贾斯汀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好不好？好了，安志 C， 好，什么休息？好来，好，合作休息。要分数留下的没问题。哎，杀下了要比住外国的朋友，很难说了哈，很难说了哦。他如果能像他早上彩排这么厉害，就很棒哦。他留下的几率到底高不高呢？对，对，来看一外国的朋友，贾斯汀奈何？来，看看啦。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春啊你啊树啊，木啊你啊家，木头啊家跳松边路那哟，啊家跳松归方向哦，今夜你的那味哟，那悠悠的哟。春啊你啊树啊，木啊你啊家，木头啊家面蓬松那哟，啊家的顺归发风哦，今夜你的那味哟，那悠悠的哟。奈何奈何奈
什么台感？嗨，你今天好帅哦！哪天不帅？真的，我是学你的啦。学我啊，你赢很多。对，你赢太多，赢太多。我真的印象当中第100堂都去冲客家歌的主委一条奈何。奈何是吗？哦，招牌曲就冲。对，歌咏史好像他有录了一个音，然后请他经纪人传给我主委一条歌。我想哦。奈何？你个转音的清理会嘞，那个真好到位啊！就是有一点那种就 R&B 那种感觉嘛，哦，你传统的歌加上 R&B 两种感觉。没空用 R&B 的版本也可以，也可以哦。那如果 R&B 版本要怎么唱？奈何？这是嘻哈吧？哦，嘻哈的啊，我分不清啊。节奏蓝调啊，没黑啊，从他们国家出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呀，我本来对你这个非常有信心的。哎呀，冲得暗后。你刚刚是怎么了啦？真是啊，是没有对好，还是这首歌？这首歌我们前面也一直在对这个，因为它的拍子是很难，很复杂，不好抓。对。然后我们大家早上有在抓了蛮长的时间，我有听到。那就，不会啦，就是如此啊。 OK 啊，长大必衰，而且他本来还会唱传统的歌。对，因为我下一次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我本来想要留着下一次唱。对，先来唱一下好了。好了，传统的呀，你有学传统的，很厉害很厉害的。三国志呢？我跟你们唱三国志来唱一下。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去找可以学客家话的一个老师，然后不小心就是问一个人啊，就不小心到了一个山歌子。歌谣班了，对，你是歌谣班学的啊？他们就教你，对，哎呦，他去歌谣班学的山歌子，正统体系，那歌谣班老师是谁？陈仲义老师。陈仲义老师就是那位美声的，对。哎呦，仲义老师的班呢？哎呦，很厉害。那可以示范一下吗？山歌子？可以。来唱。老师，三个字，来。秋风吹，我太紧张了。秋风吹呀呀，密密又凉啊，飘来真啊真。发了香啊！我操！你比我们两个都厉害，真的。我刚刚想说，他规划熊叫用我转过去，他还真的唱对了。你真的会呢？你要不要参加传统组？传统组，这边被打败了，可以转过去吗？可以，anytime for you，OK？对，去了又来。你可以顺利通关，没有问题。可以就来来回回，对，5年了也没差。我们很多朋友都来来回回，OK。罗修董来了很多次，修董自己没来给他拜，有贤妹黑啊，有贤啊，他也来好几次了。生完小孩还回来嘞。对呀，接下来小孩也会来。对，有可能，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好不好？好，来，好，从手来，唱慧茹老师的。贾斯汀你好，我刚才问哲慧老师说，这个贾斯汀客语怎么说？他想了一下说，尬斯汀，因为他说哈嘎发没有直接翻哦，所以客家人也讲英文啊，就是 Justin 也是 Justin， 对。阿丁固，刚开始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些紧张，你会有点紧张，所以很多地方你就是不敢放出来。对，比如你在试唱的时候，你跟那以后就很放松，可是正式来的时候你反而收的，有点可惜。我觉得你的声音非常的漂亮，整个放出来一定很好听。
谢谢老师。好，然后好美哦，好干净，好干净。你知道吗？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几个地方哈，这头上桂花香哦，它那个香，它有那个味道，哎呦，我都有听到。还有鼻腔共鸣。它那个香哦，我觉得做的很棒。然后后面那句的拍子因为比较难，所以你就会唱的很小心，这个是比较可惜，就是。给面你定那一边那个地方就有点小心，但是后面的那个那哎呦，你还断掉，不是那爱，你是那哎呦呦哎呦，唱的我这个，然后再加上你的表情，我的心就跟着你小鹿乱撞。哎呦呦！如果你在看播出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看贾斯汀的表情，是非常可以学习。你看他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他那个那个表情。桂花香那个表情，你就可以从他的表情当中感受到他要表达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你的表情也会帮助你在声线上更加的表达出这个歌词跟这个时候要诠释的。所以我觉得很棒，能够听到你把客语歌唱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真的不容易，真的是很棒。我相信你会越来越不紧张的时候，一定会。有更多很棒，让我们惊艳的表现，加油！很棒。什么？看今天能不能过？好不好？希望可以啊。希望今天。我想看你多变的表情。真的。对，表情应该跟脸长帅不帅也有关系吧？来，看一下给个分数来。看一下贾斯汀的分数。哎呦！63呢。真的，我跟你讲，外国朋友有加分，真的哈。有。我们台美友善哦。为什么他可以得到93分？来，93分。来，这个不是其他朋友也会，对不对？我吗？自己麦克风来，自己拿起来了。你23.5呢？对啊，你本清9分的呢。其实我讲的係我必须要说，因为贾斯汀讲的他搞法真的懂章，对懂得必胜人来讲，我反而觉得他下很多功夫。虽然讲太可能会因为讲，不对啊，他刚刚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我用他讲的係必須出嚟講係，你唔但想看到佢啲啲位跌倒嘅地方，可能要看到係不管佢每一个在台上的。底下人都一样，包括燕峰也是。他跌倒再起来，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跌倒之后他付出的努力？他要呈现的东西是这个东西。重的当然按你讲有点某公平的讲，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我们就肯定他或否定他。我必须也要说，我相信每位老师都会觉得，一张外国人二来唱客家歌。貼無簡單，我喺講做得唱到暗藏。係反而轉來，我喺學講前你哋參咗一陣，去唱英文歌，也係講配的語言的歌曲，同樣會讀到安永顯的問題。那我其實對我來講，多這0.5分，我其實本來要扣，它其實可以在我的心中，因為我哋金鐘獎讀過幾嘛，看過幾比賽，廣播金鐘，看他表演的時間，他還學的是，他還教的是阿美族的。歌还有跳舞，你懂厲害上嘛？你會不會太複雜？是不是有點錯？哎呀，那我看到其實他應該要更高分的。那我扣他分數，真的是也是因為他今天。我觉得他紧张了，但是你要想哦，他其实下的功夫是跟大家搞不好比大家还要多。那我觉得我多那0.5分是因为我想要再给他鼓励。我说实话，我也很想看他其他的表现。光看，因为我们分数已经送出去了嘛，但是光看刚刚他其他唱山歌也好，或者说他在台上的演出，我觉得很值得。所有参赛者的学习，真的对，那我们都要学习，真的，对，会老师要学习山歌，对，我也要学习，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虽然在拍子上面你有一点犹豫，然后你回头看着乐队老师的时候，你的表情却是很从容、很自然的微笑，而不是这样子慌张，然后怎么了这样。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地方。一个歌手他如果觉得怀疑，可是他是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去跟上，这个是很多歌手要学习的。对我自己也是一样。不过我有只单数，所以讲礼拜啊，
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好像真的特别对他好，其实也没有，我们对他还是很严格。但是我们接下来会对你越来越严格，好吗？好。所以你接下来有打算要退出吗？今天如果留下来的话，先看有没有过啊。对，这个应该会过了，这个分数，哎呀，没有问题的。反正。那赤头给表现都正经清后了，表现真的很好，全力以赴了。对，反正只能往前了，勇往直前行，好吗？好，勇往直前行。他还可以 get 到你。好 ，OK， 谢谢，谢谢。好了，沙雷，请就先带来3档别拉歌。规身嘅臭皮嘛哦，就唱吹意了，太刺眼。凤飞飞哈，对，帽子歌后，哎，感谢您，感谢你，感谢你。哎呦，真的会，哎呀。流乜啦嚇？係咪嘢嘛？衝出嚟！你緊張嘛個？怕回家吃自己。對啊，那賈斯汀後面壓力很大。真的。我們本來想說啊，賈斯汀唱錯了，哈，沒有，應該分數會比較低啊，應該競爭可以順利通過。你今天還不錯啦，還不錯啦。唱得很好啊。刺眼就好嘞啦，係嘛？這條歌董事很唔錯。當作最後最迷100場。沒。你用大白都當作追迷100場，他每次都豁出去。今天是我最後一場，講了好幾次告別演唱會，是要唱掌聲響起了，是不是？哦，還是感恩的心，哎，都可以，都可以哈，作為一個安口曲，你知道嗎？不會啦，給每唱都不差。是啊，是啊，而且哎，你高中是讀復興中學啊？復興高中哦，復興高中，北條面，那都是有打靶的，有錢人才可以讀的。沒有維格啦，維格才是有錢人讀的。復興高中是一般高中啦，對，它是台北市立。市立，但是要擠進去也不容易啊。那是分數要考得好啦。對呀。我愛拖卡特殊嘅班嘅。啊，資源班哦，音樂班哦，不是啟智班的，不是音樂班的哦，是音樂班的。你有好新樂器哦？有啊。復興高中要有大鼓誒。哦，大鼓誒哦。哦，復興高中要有音樂班啊。有。戲劇班、美術班。有。體育班。德智體群美全部有就出來哦。
全部有，很健全的一个学校。骨头板没有。哎，佢哋半山腰嗰個當方便嘛？係啊，我食東西就喺下山。哎呦，我就在搶給有。会吃腻，会吃腻，然后我们就抢给通勤的同学帮我们买上来。他就食个鸡肉饭，就传咩食，东煮咩食，下煮咩去老阿姨打工，然后再换一餐鸡肉饭。鸡肉饭你有入股？便宜呢？哦，便宜哦，上千啊！哦，黑啦，对啊。难怪吃的现在变鸡脸。哪有？我觉得他讲而且他现在散发着少妇的韵味，做还没有他讲呢，有啦，你听完不来就懂讲的呀，对啊，加分，黑毛，我先安慰你一下啦。对，因为我看老师们一直讨论纷纷的，不知道如何来。吉凶未卜哦，赵伟先生，好，当叫莫按四位先生向下啲讲讨论哦，我们啲讨论起来，因为我先讲历史歌曲偏难唱，三档别来讲，历史歌曲本代其实唔系当好唱的歌曲，我一开始我想讲，玉仙哈，其实我想讲，你应该讲歌声音呢，应该很放松、很从容了，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身体感觉有从容，可是实际上没有，你是不是很紧张？是啊，因为你听首歌曲佢当到加思念当很，头前足够你不来的时间，我知道好像还可以哦，但是你很像那个失速的火车，你已经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冲，冲到你自己都抓不住了。你转一看薄脆，蜘蛛人要来了，对啊，失速列车，那失速列车，你很像那个，你懂像你的拱，你冲，然后你的身体。没有同步，不同步。你身体其实律动是对的，但是你都没有注意到你在唱什么。你管黑都嘛改，管黑都你自家唱的时间，人家追准都没有放松。你没有，因为它很多字都连在一起。你唯一唱的最好一句就是三当巴拉高巴拉巴巴，这那一句唱的最好，因为你有断。然后你还记得什么？刚刚我跟雨涵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你要种歌曲冲念暗黑，你还记得 Von He 啊？对冇 ？Von He 我们练习，我接龙太甲讲，歌词念比清楚来。譬如讲，打开茶窗，吹点凉风，细一路四点给抽三档空，你要吸气啊，你要换气啊。你不是说我大开茶窗吹点凉风，一路四都给了，就是没有气了，所以你才会有拍子的问题。然后你越冲越夹的时间，你就会想，太高底冲那种歌曲哈，最重要是嘛该，你不要一直往前冲，因为你会跟着老师。其实你是要抓住乐队老师，你尽量能够唱稍稍慢一点。你为什么会快？因为你换气不对。所以那首歌曲还要把全部都乱起来。我只有懂大颂，因为你尤其到最后，你自己还要做你的阿多利布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身体是有到哦，可是你就是唱完就唱完，你会让我觉得你是设计过，你不是自然。列苏歌曲天生，它必须要是天生，怎么样天生？就是要多练习，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好吗？不过你基本你。背后那个买型，我还本你鼓励的分数，因为那首歌真紧当难唱。我想我本来看到你讲歌声也只会预先进化成什么样子，预先进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还是有给你鼓励的分数。不管升级用白戏，什么嘢，按来唱下歌。谢谢。好，什么先生？好，就很不妙。对，是蛮不妙的。对啊，凶多吉少。用歌自然赢。对，不会。然后叶老师，不会，因为刚刚呢。哲伟是很明显的把你的缺点都讲出来哦。不过实在讲哦，我堂会的感觉还是有一点，今天的鼓励你不要冲客家歌，听懂你是用表现技术什么各种方式，或者找难唱的歌。不过我堂动，本来挺感动的时候才是讲，你冲会的冲共发，就很自然，是点是轻安安看按多轻手。有人唱客家歌就用个姿态，就唱起来家，你就听从会讲发，要跟人家讲故事的感觉。我是希望你保留这一点哦。我觉得，跟你不敢保证啊。我觉得你好像有机会可以继续再下去，因为个长度个实在是
不应该被刷掉的。好，继续加油，好不好？哇，那就看一下了，看他的分数。对啊，老师各说各话。也还没按捏嘞，没流汗。你的心情上上下下三温暖呢。对，分分数就你了，好不好？来，可以哈。看一下陈佑贤跟分数。哎还在哎。 91.5，哎，不知道，嘿，目前你最低，这样分数算高了。随缘，应该算。不知道，搞不好下一位也是92.5，就平分，你就留下来。如果秋婷姐姐，哎呀，对，走了个音或忘了一个字，只能一个字哦，秋婷姐姐。就秋婷姐姐，你稍微唱差一点点，你的分数就是叫她92.5，然后就刚好保住她，然后她就留下来。 他压力好大。好了 ，OK， 好，没错就是。你是谁？好来杀了。哦，杀了，係古秋婷帶來太刺眼紅惡種。來，彈好啦。 心情快乐，烦恼该事情暂时莫去想，向梦想的方向。沿用三行在弯弯的路行，因为有你在身旁。今日改天是有变化无常，莫受你莫放纵。 先生，各位評判先生好，兩位主持人好。我搭批鬼神嘅草莓有嘛？哦，就唱出意料太刺眼。鳳飛飛哈，對，帽子歌后。帽子歌后有。哎，感謝您。哎，感謝你。哎，我感謝你。一大，哎呦，哎呦，還真的會。哎呀，有嗎？小史，你有印象嗎？鳳飛飛，你很喜歡鳳飛飛？ 你等一下，你為什麼會認識鳳飛飛？我有一次在金門出一個外景，然後聽到一個電台收音機在播這首鳳飛飛好好愛我，我就很喜歡他，然後我就回去查，然後其實他很多歌曲我很喜歡，我最喜歡是自我挑戰。自我挑戰有這首歌嗎？對呀，我們都沒有聽過的，那個歌應該都完全沒有。確定是鳳飛飛小姐的歌嗎？ 真的有戴帽子的，真的有呢，找到对不对？他讓我們樂團老師 Google 了，你看，查到了。哎，你
你好棒哦，你好台湾哦，哇，哎，台湾人真的要爱死他，我真的。他今天也教我们乐团老师认识一首凤姐的歌了。哦，自我挑战。还有秋婷记。对，根本偷个2条歌的 Bossa Nova 也是比较少尝试的一种曲风，是玉云欣赏的歌诶。对啊，是有人推荐吗？因为你看有网络，不是走马路嘛哈。哎呀，我给学生个跟妈妈又看闹热打擂台哦，去看到爱比赛，然后其实到像那个影片传给爱学生个看，爱学生个是就看那一集，该嘟嘟我第一集来的时候哈，嘿，王雨欣老师他又来现传给专辑，哦，老年羽毛笔，对，嘿，啊就弹到2条给我，哎，动好弹哦，就老师你可以练习2首看看，哎呀，是动什么练习？哎，是他球顶记了冲的，嘿嘛？哦，对，所以他现在很红啊。对啊，播出以后，还有国外的所有的，对啊，来，冲的来，小婷姐姐，你欣赏好。基本一个歌曲，然后你给上，然后你给表演。我真的觉得是怎么讲？我今天在看一个秀的感觉，也不会爱干过你不管是声音啊或者身体，你今天懂放松，然后俩出国 Q 给咪西，就是整个很融合这样。然后我觉得有特别要惊艳的，我要特别讲的地方是你的转音真的很漂亮，然后它是在歌曲字接字中间会有一个很小的转。然后它可能不明显，但是在这首歌曲里面，我觉得有很多那种加分的效果，画龙点睛。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偏轻松的，对，所以它的那个 grooving 节奏感它是很重要的。那我就觉得你的有一些字的断点断的超级刚好，对，所以我今天后来就没有在评分，我觉得就在躺你冲俩首歌曲，因为俺感觉俩就系你的歌，对，青榕树的感觉，对，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很赞，对，西蒙欣赏，所以他不可能92.5分了，对不对？哎，等他看就ดี不知道哈。大概的欣賞。秋婷記唱基本分都有93嘛，93、94。對啊，阿家要講到很好。可能不，玉轩，你還沒聽啊，但是下一次再來啊。來看一下，可以哈。秋婷記的分數，顧秋婷嘅分數。哇哦！西蒙欣賞，67分。好，西蒙欣賞。啊，玉轩雖敗猶榮。啊，不會啦，還有燕峰啊，沒啦，好啦，燕峰很吹過，那吃到青米從阿里正經從動態嘅，現在啊，殺下來，殺來，嘿，邊邊炸里燕峰打來，哈呀，好嘞，好啦。心跳的思念渐渐没出现，汹涌的字密动更甜，照当冰灯胸片，飞熊。世界，心跳给酸甜腐辣全出现，心头分泌给世界分草给呀，春那一色。孤独的感觉，相依相随，默默的相伴，黑黑清香，三公伴呀，走在民众的
感到嘅想法，茫然地啊，欣赏在压力老起到对方安甜嘅心吗？甲野水的路口，累了梦都有了，心头的平静渐渐没出现，揭开的字谜洞。甘甜。大家好，是。亲友嗰種成功扮演嗰種感覺吼，以三年嘅感覺，孤寂的感覺，孤寂嘅感覺。係啊係啊。也就係以後人嘅歌。哦，你拜唱幾多歌，幾多隨亞片喺董建作。真的吼。一環也是常常失眠哦，你也是暗衝中你啊，晚上不睡覺的。你也是晚上某睡某的。對，我基本上都跟大家顛倒。他剛看到我，沒有。我說他剛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你沒睡好哦。真的哈。對，你今天聲音有沒有一些糟？真的嗎？沒有。你聲音今天有點乾。而且眼睛也腫腫的。眼睛腫腫的。對啊。還是整個人腫了，不太確定。怎麼可能？你沒有看我限動每天在運動嗎？感覺很像我每一次喝酒醉，然後第二天來錄影。哦。沒有沒有，應該這樣比喻很像啊，很像啊。沒有，我會很認真準備啦，準備到很晚。對對對，但是就越長越大，壓力比較多了。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就雖然冇乜睡過好給你。那你現在好睡嗎？歸後睡啊，還有輕後啊，輕後睡，大概有沒有辦法3秒就入睡？差不多5分鐘啊，3秒是3秒是吃藥了吧？那是嗜睡症吧？那是缺氧。哦，我老婆就是很厲害，真的，對啊，很氣，你知道嗎？有時候一躺下去還要跟他聊天，因為我是那種就是睡不着。哇，你不是跟他講的，我跟你說，他就已經睡着。對啊，爸爸我睡覺了哈。哦，好啊，1、2、3，你就聽到。真的，好羨慕啊！有親後呢，好煩哦，真的。然後他隨時要起來就起來，然後隨時要睡他就，中午任何時間他要睡他就馬上就睡着。哎，這很令人羨慕的。對呀，羅總不是會看這個節目嗎？你這樣破壞他形象可以，一刀不剪哦。偶爾出賣，還有什麼關係？哎呦，以後啊，冇乜小李啊，冇乜小李研究後事後衰。對，安尼這個後面啊，一定塞東重命。煙風咩黑啦，哈，繼續加油。好了，然後衝出來，搶嘉修老師。來，煙風，從我看到你開始啊，我感覺講，我時常挑你的毛病，挑得很厲害哈。我可不可以說句實在話？我一直挑，發現今天真的很難挑。哦，哎，你發現他今天的聲音，聽特別就是說，給實在的聲音全部都出來了，包括假音的部分，給轉雙音，本來呢會到假音的那個過程會有一點虛，再轉一下實這樣。但是這首歌呢，我覺得有一次我講的比較毒的一次，說希望他的唱歌裡面有骨頭，他就真的今天很有骨氣的把它唱出來了。哦，所以今天的歌確實對我來講，我覺得真的唱得很好。那我挑了半天，唯一挑到的就是你的第一句哦，半夜睡唔落，睡唔落高這個哦，其實這個東西中間呢，你斷句斷得並不漂亮，就是它是一個完整的句子。而且你的氣足夠，以你唱這首歌的標準，好，所以變得說，我感覺講，
如果你第一句也是能够把这个班加所有多高，然后下面一神做什么东西，这2个句子分得很清楚的话，你的整个歌几乎快要完美了。好，那喊游呢，就是给根深叶尽那个地方，那个压腔那个地压轻那个地方哦，你的音准稍微跑一点点哦，这个是很挑的，我是拿那个音准器这样听的哦。所以刚我就是说，我希望你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如果你能够这么注意你的每一个，我刚才弹得出来，对每一个假音都非常小心的去把它唱得很稳定、很准的转到那个位置上的话，我觉得以后你已经掌握了这个真假转换的这个部分哦。对我来讲，我觉得今天应该给你几乎满分的努力哈，来加油！来，要公布分数之前，我抢邱婷姐哦，现在目前最高分哈，2.5分邱婷姐，没有输的，邱婷姐姐，凤飞飞啊，凤飞，玉轩，哈，好来，好，来看一下，来看李彦峰的分数。罗云老师啊，由于该昨天啦。昨天个副理个，个翻倍撞亲，冲到超硬都无去啦。礼拜我都该人家讲讲好啦，我都上课呀，都就学到了个平板，然后个三个字落山。扛起钢板啊，老几天同龄，木子各10点的，我好，这样好。来看李彦峰的分数，哇！你拿过最高的分数，97分呢。我应该喺节目当中拿一手件的分数，恭喜！加油！好了，挑战7家成功。第5关，第5关嘞，过关了，恭喜李彦峰！等上避免再保密。也嚟到呢传统组的保比争霸赛，两避免在1关嘅云剑子，钟云剑。争1关听听啊！关啊！哦，后背还有9关听听啊！很懂9，冇一9啦，9禮拜聽聽啊！2張嘢。當然講啊。係啊。有上次有讀到對數，有嘅冇，我上次兩數啊，有嘛？係啊。一個順利啊，做9禮拜，好，希望啦，嗬。今日俾新嘅參賽朋友，等下然後訪問佢下嚟，來先介紹一下人哋評審先生咧。好，乜嘢？李楚華先生，蔡繼貴先生，任明珠先生，林占義先生。好了，來啊，TVB 參賽朋友，來自台東慈松吳秀英帶來評判。哦，台東呢？台東誒，邊人來誒？
起一炮竹天哦。哎呦，还不会紧张哦？怎么？不会唱呢？不会紧张哦？都见擦的啊！哎，麦克风。唔加落呀，唔加多呀。加都見擦。加多呀，就現。係鬧到加多俩，哈係緊張。心肝泡泡白。啊！你加老公可能跳恐怖嘅，加多呀。加多俩，哈還會緊張。哦，是，從那以後呢？唔會唱呢。真的。唐廣章踢敗咧。好搞笑誒！跟踢敗參加歌唱比賽啊？係冇。從來冇識。唔是。唔是。連提防先呢個那歌唱比賽冇識。冇，唔是，冇欣賞到。啊，因為吼都係我定嘅有一個機會吼，啊2年咧，啊個羅茵茵老師啊，有去個竹田啦，竹田嘅護理嘅，啊個翻飛撞親，衝到超藝我都冇去啊，啊2擺我都，跟住我講講好啦。啊都上課嘢，啊都就學到了個平板，然後個三個字落山。啊，你學佢叫啊，學佢叫。呢種嘢。都巧人啊！巧人哦。我講，唔知講，個期間都你藝戲直接都係督導咩？限快咗啦，督導嘅那個疫情啊。哦，疫情期間。都冇戲啦。哦。啊，所以我都冇學到幾多條歌嘅。哦，係點咩？我按你唔唱到，按你係冇學到。誒，你真有天分呢！啊，我做有唐人唱啦，啊唐嗰啲啥唐一演啦。哦，我家肯佢講翻啊，攞到幾天。誒，木就各10年嚟，我仲講嗬，即係統年樣。仲算命嘅有冇？我那麼算命都好嘅。三輪20年啊！台東邊人來啊！唱到好，唱到好，那唱得會不會緊張？會哦，真係。係啊，難得台東來朋友唱到很好嘅，真係。有，來，睇下先生講邊啊？唱首下先生。啊，第一擺哈，哎呀，少言少字來自台東嚇，所以按鍵啦哈。唔講老實話啦哈，你講唱歌係不分那位啦哈。啊，今日能夠你嘅收音機，講收音機對你一個尊稱啦，每天一邊啊，那後生也可能啦。那首歌曲哈，唱係有6首小調唱山，6歲好唔講。只有2首歌曲，2首歌曲有幾多集山對嘛？有算過冇？我冇算過。12集。哦。4季對不對？所以12集山，但是集山你用到那邊演法就冇去咯。你叫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後，山前山後樹山道，山間山田陰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所以咧山中嗬，咧山是當到演法冇用咯嗬。就唱人叫山歌、歌唱，嗬咧歌是山歌是衣裳，歌唱是山上。啊，演法唱所以還有一個朋友嗬，啊，今日又打電話問我講，哎呀，啲師恩又問牛師，因為家爸以前記得講做起人唱歌是比較，他冇去做牛師。啊，既然你啊。有啲就舞台不太加的比賽，你就做牛師而玩戲，哦。所以如果唔去年也學，可能嘅技巧慢嘅學到，你哋4季8節嘅戲啊，其實玩戲唔就了解，做唔到2集是嗌出來玩，啊，我想跳戲就跳戲，做唔到一樣嘢，啊。所以呢方面可能轉去可能會加強嚟研究，啊唔唱歌唱到千番戲，啊呢一點就本質肯定，啊繼續加油。好，安子師，好來，T拜來，T拜來，看一下啊，好，看一下，看一下吳秀瑩嘅盤數。好來，真啦，看過佢真不長啊，係啊，唱得以後啊，係啊，哦，唔辦，係先坐好嚟嚇，看後輩盤數樣辦嚇。麥克風鬆唔鬆？帶轉移台東。好嘞，撒下來。嚟連結向帶來羅山歌。好嘞，等啦。
国好他。 文发流，发扬啊，可太干啊！ 乡亲朋友，同心唱啦，大错了。 家研发啦。哎，见面了，对，见面了你好像比较苗条，苗条，没看错，有话讲冇？ 有最近哈，最近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真的啊，那个呢，没看到感情又不好，那么干，有没有底啊？奇怪，有问题，哎呀，口袋不够深，你看，浅浅的摩胸罗哥，哎呀，哎，真的差不多呢哈，啊，哎呀，就苗条起来了，哎呀，那你有唔好吗？ 我我要变成客家女神，往女神之路迈进。恭喜恭喜！加油加油！欣赏同埋鼓勵。講笑話。哦，要講笑話。小口準備好了。講笑話，該李主考就搞大講黑。嘿。哎黑，雖然我記得沒有很流轉，我唔怕。試試看。好。那有日哦，到羅網，前幾叫哦，去公園哦遛狗。哦。誒。 忽然間那個臭蟲哦，一張人冒出來，一張人，叫係殺手，佢砰砰的衝咗就老爺叫大師，咁樣啊叫大師哦，叫有人出200萬，係咪講取你嘅狗命叫命？取你的狗命，叫命啊！叫嘢結婚現場嘅馬莎吼。 睇我哋老爺又祝佢哦，教師節快樂！結婚先生做連結用。過兩日幾工人，有都落緊隻殺手，真水哦！佢剛買嘅 iPhone 手機啊，嗰殺手攞搶過去啊！因為搶嘅數據做乜嘅？叫有人出300萬，講佢取你嘅手機啊！哦，手機啊！要測量下，要好啲。 哦，這個過兩日又拄到嗰隻殺手，就過年啦，又拄落去，拿一桶水吼，攞去調拿檔，攞淋下來。竟然另外做乜嘅？要有人出300萬咯。講我看到你嘅全屍啊！有關多事情，奇怪哦，佢都有啲縮強啊。過兩日都係行。 係所以又拄到嗰隻殺手。你阿班攞佢睇書見咯，攞佢木做到命下來。咁佢命係做乜嘅？又有人出500萬咯。起碼又講一樣嘢哦，看唔到天空而家太陽。其實按到為止哦，更加欠咩喎？佢祈禱一下，向市民都保佑，向市民繼續嚟保佑佢。其實嚇市民咧，過兩日又到係殺手拿嚟衝啊，對得佢啊。 要來咧，停係仲喺行喺神燈，佢唔敢唔行，停佢行，行咗神燈，計上數數，危險
完成嘞，俺站嘞，再见。有跟你呢跳喺山洞做乜嘅？有種嘢出禮拜出嗬800萬哦，起碼要送你上山。好，謝謝。兩個殺手，義工幕後腦筋清好咧，春1000萬億咧。嘅國文程度啊，可能係極高嘅學生，嗰國文程度真的有待加強。真的，冇創意到錢啊，係冇創意上1000萬億咧呢。就像建議我個孫誒懵嚟講啊，侄子懵嚟講，哎。高丁，你有沒有去看那個周楚啊？我說我周楚早就拆掉了周楚，不是啦，是周楚除山害啦。老多年沒有呢個蘿蔔呀，周楚我有看到，就千萬用個意思啦，對，諧音梗，諧音梗，好嘞。講出來啊，有聽一陣冇咧哈？留着下次。一百哈，想請幾個先生來公平一下。好，林克強先生就會先生，出口成章吼，真是冇簡單吼。家所帶來一個廬山歌啊，其實在佢們一出生嘅時間，我有感覺有講一下樣吧。加上一開始我有多少辣，到後面演唱就演順，一到後面就演順。在不管佢們在佢做運啊，甚至老師啊，做嚟講也做一片順啦。一片順啦，哈！就講自家上海幣愛唱歌前，係咪有收過先？係咪嚇？本意上出來，唔可以一出來嘅時間，就辣嚟上。好地講，佢咪也冇乜嘅相關啦。跟住前面一啲嚟聽聽嚇，因為我哋要帶耳機，聽到都當清楚嚇。呢個冇帶耳機嘅人，一般都冇聽到嘢上。不過佢咪唱來片順，以後嚇加油嚇，加油！而且年紀啊，有啲年紀，夢想特別後生嘅時間，企下聊台啊，咩？我創青菜最白嘅都創嘅。我哋考暖結叫，你考暖結叫，暖結叫嘅，3天3夜，對，差不多。好，來看一下佢嘅本書啦。看一下林克雄嘅本書。欣賞啊，就是西本咧，草味年代保味嘅本書哦，你先同恭喜下嚟啊！安子生，好嘞，謝謝合作休息，安子生。哦，要送你上山嗎？不用啊，不用啦，不用啊，要500萬才能送上山。500萬咁多的。好啦，沙下來，沙來一天幾好帶來片板。嚟行啦。你聽九 GB 都會臭涼，踢跳很寬哦。40年嘅燒酒雞了要。還我。改天哦，過年啦，那個可以買個特別做特別計劃啦吼。特別計劃，安尼所有嘅參賽品。臭飯都比賽。讓臭飯都當衝狗啊喲。
豆嘞。同银四段有没拿松了？两位主持人好。哎，听球记好，哎呦，哎，你听球记 V 都会臭凉，踢条很宽哦。40年嘅烧酒鸡了要。还我。哎呀，你看他家族底啊，对爱好，你看，顶爱好食饭条。真的呢。系咪？我家族臭饭条都唔爱呢。因为臭落像无按象唔会呢，以后是呢。其实他一关伊咧，也听伊关咧。臭的客氣啦，係啊，杜康嘅肝冇人火睇咧，係啊，一天醫肝你嘛，係啊，誒肝係全部冇共用咧，係啊，你一肝咧全部以回收站輸轉來，冇啦，我靠買嘅米酒有冇？即係米酒，你條阿張講，迄4張嘢嘅燒酒雞冇，誒肝係留下來。你煮菜下把我用米酒咧，啊，裝好就留下來啊。所以飯條即係裝嘅嘛。呀，禮拜唔係，禮拜中係冇咧。哦，難怪較細粒嗬，較細粒。誒，啲花蓮嘅片，花蓮咧，豐年嘅味嘅有名嘅叫好嘅啊。哦，九號花生。誒，對對對。誒，唔過清香呢。哦，好食呢。有咩特點是？會炒，用嘅炒咯嚇。啊，就以前嘅炒攏安尼。用細火去炒，一天都用細火。冇，都唔用嗌做嗌塑膠，嗌佢講，我用大火炒7-8分鐘嘅，糖落去煸煸煙撈，嗱做得條，會出火色哦，對對對。係啊。啊，就用大火炒，我知道用大火炒。客車做客車用嘅，唔會硬用。7-8分鐘就炒好了，要烚點，冇嘅鹽要先炒啦，鹽先炒，對對。哇！我就要用灶火，用大火用去炒嘅嘛。嘅天橋子之前咩要炒赤家州嘅滷豆干魚，嚟本人嚟食啦，咩包都一包一包啊。改天嗬，改日啦，那個可以買個特別做特別雞巴啦，特別雞巴，安尼所有嘅摻水皮，炒飯都炒飯都嚟炒飯條，當葱果啊用。佢咪炒係好食啦，當然炒嘅方法都冇。你做美食節目係冇？特別雞巴嚟做一些啦用。謝謝啦，安主席，安主席。正營好食咧，什麼天橋子哦。謝謝。好，從水嚟搶民族先生。好啊，天橋子哈，先生好。今日唱到按當溫柔嘅聲，好，真好，平均起來講，啥唔會做得的啦，嗬，啊唔會講太細聲，嗬唔會太細聲，韓國呢主要你嘅聲音嗬，就下啲樣咯，嗬冇強樣嘅就下啲樣嚟，嗬冇偏上語數啊，嗬當到個沙啞嘅聲，嗬可能是講因為水唔敢食按多，驚見餓尿。哦，所以呢，聲音是會較糟、較辣啊。講餓尿都是飯條啊。哦，你也是飯條，你說是假條水啦，啊。你知道我們得等他張司馬電話。你都唔掉咧咩？哦，好好吃哦。係啊，好吃啊，真係好吃。哦，要聽到我講嘅冇？有。見到嘅時候講乜嘢？講乜嘢？有啊。我講嘢。是飯條，我講是流水。主要咬絲啊要爭。咬絲啊，無買好挑剔嘅啦，唔會做得嚟咁樣嗬。先生，假住我哈，民族先生。長得早啦，都是水啊，都是飯條啦，會早。係啊，我行得早。哦，有嚟看一下嘅分數啦。看一下一品橋嘅分數。容易，對啊，冇問題哈。哦，一拜飯條，看下一禮拜有乜嘅好食。居然有，你這飯條是唔算？啊，就這樣子。做得許願拍紅東西嘛？啊，拍紅東西嘛？對，紅東西。飯條按東看，請好吃正經好吃咧，做得買冇？好來殺下來。殺落去，總有整帶來落三個。行啊。春情，
呀，团长好，漂亮的吉娜妹妹好，漂亮啊！你们那有人讲哎，好可爱哦。哎呦，现在他意大利有装可爱一下。哎呀，这个漂亮这2个字可以放在你身上，还不错。本来就可以啊，我本来是大马名模啊，本来就有奖啊，对吧？就神奇美奖，TP Hilsa。电影奖。你是有什么？你的偶像是三太子啊，还是金童？三太子在用着。借女儿的衣服，就拜托今天的书画师跟我拍啊，等一下个减龄一点 style 啊哟。所以娘摸的什么？哎，是他们呢。娘摸也按4粒的你啊？哎，比我高一点啦。高一点哦，肚肚厚。好，按重提来，重提来，唱张欣赏。钟玉成哈，恁讲的吼，细粒的啊，辣椒的小辣椒的，细粒的卡也给辣起来吼，就酱落去啦哈。你啊，做迄创过的吼，哎呦，一下盐都当有痴心啦。那痴心咯，伊创落去，规则的呢，半条平平稳稳啊。所以今日那条歌的吼，可以讲选起来吼，非常的拉扯啦哈。最主要呢，还有一点就讲。虽然讲有创落以后，但是我嘅建议啦哈，比如讲唔创下喺诗啥咩，其实春秋在人间呐，啲哈那边吼，那边哈顺的喂，因为唔拖噶唔会哈不按样。所以一般哈，在一堂很多的，一般你唱啊，你们到底還有希望哈？啲希啊，用反而嚟，用唔睇咪就還有把啊，唱歌嘅佢拉出來，哈，今日一表現到以後哈，加油！好，以後我哋看這個分數。哦，可以哈，總有整個分數。好嘞。哇哦！謝夢先生。哇哦！目前第1名啊，係啊，果然的林老師，2點5分啊，林老師很一拜了啊，禮拜咁變過啦，好，先輪恭喜哈，恭喜回照消息，可以哈，一般就做個2年仔，雙禮拜俾人打的，鬆鬆下下，係啊，鬆鬆下下，希望有禮拜去做一變雙禮，好，好啦，3號嚟入邊，3號係鍾雲健帶來3個字，講啦。年纪，哎呦，好，没有，帅哥美女，我緊張係啊，身材哈，中啊，見我中啊，係啊，按苗條，真的看得出來啊，哦，對啊，特別冇野味啊，也係有一些些咧哈，真的，葫蘆腰嘿，對啊，按住誰？啲拜曹爽英個當歡喜哈，見狀，
当然会紧张啊，全部都爱强的。沙落都会压力的啦，哎呀，沙落球馆就会压力的，吼。初松伊个量是轻松，所以你的事情就唔是按冲。系啊，不用轻松，不用轻松。一方面抽呢，个抽都按叫哦，口干舌燥。哦，抽到后背啦，哦，都是有一些紧张啊。冷气啊，吼，有那种，就会他紧，伤他烂了。你啊，现在在那个很多歌手都这样，新德歌手有时候感冒了，状况不好的时候，哎呀，人家感冒了。嘿啦嘿啦，人家最近因为我昨天晚上吃姜母鸭了。对，一些早安哟，不用强松，不用强松就不用强松，冲一下然后，就冇问题。系啊，好，来来，冲出来来。抢球啊，先生。安尼运动手指吼，确实有样紧张。因为头前呢有像前几位肉阵的比较有较强的哈，所以对你来讲，可能就心态压力。在有压力的时间，你后年就会缩，就会下陷，就上转就比较就还唔会飙出来。所以你咁伊唱歌本来就会感觉是讲伊个人冇讲像往上按发挥啦，冇像发挥以前往上发挥了，按淋漓尽致，你讲到说话哈。唱歌的四级八节吧，三国志平板切都系四级八节，所以而家有欢喜，你三国以后你就欢喜。三国创出了四只字，再来后背条条线。二中嘅创，二中今日创嘅韵味真好，唔係講唔好啊。比較下技術，下少有人創嘅韻味，但是人家創嘅韻味就強當做條牛絲，人哋四只字三，你跳絲咩強當，你就聽一節，你就分得清楚。你做唔得我像三國，我就睇有戲，我就加一節出來咧，所以你聽一首，聽一節到聽三節是侬你还没讲让你就欢喜哈，跳比较就他爽你啊。是侬讲了一声爱嫁了城南。爽到你给乜嘢分数？所以因为你压力重嘅关系，所以你老头前的比来。你压力一太冇發揮，唔見你氣就比較係弱，你一點唔就會加強，因為坐落街比冇咁簡單，坐落街你就強強鬆鬆嘅，像平常時按唱歌就好了，你唔好按唱，加油！好，來，見真章的時候，好來，玉珍姐來到舞台度，你唱啲激動嘅，好來，玉珍姐，激動歌下禮拜啦，下禮拜啦，哈，來看一下，很兩味，多帶慢多的初中裡面就係冇味啦。好，聽下來看總元健嘅分數。你客家天是屬於開台嘅時間，對呀，用用來欣賞，咩強樣來演唱落水田唱。對呀，我基隆時我第一擺聽到看到用來欣賞嘅時間，哇，這位老師好有氣質。聽下來看總元健嘅分數。哎呀！就拍攝了原子哈，好，哎呦，君子之我恭喜有成績，再次登上避免在保庇，恭喜有成績，避免踢館。老年音樂會，哇！今日的節目不得了哦，係啊，有請到一位來自高雄美濃的一位
安尼古创界的传奇人物啊，应该说客家界的传奇人物。真的，为到歌曲的艺术吼，奉献假生命，还你台湾的戏剧界，戏剧界的5个应该提名哦，还跟王贞治啊、翁倩玉啊并列海外旅日优秀青年奖，看有给例会，青例会还同卡列拉斯共同演唱过，而你世界3太难高音啊，黑毛哇，那太厉害了！真的，我们怎么突然这么有艺术气息？是啊，是啊，我们客家本来就是很有艺术。嘿，我讲安利节目啦，根本因为欣赏的多了啊，对对对，变得有艺术气质。我想大家迫不及待啊，想要弹起厚厚的冲一条歌，他听他的美声，我们他个听出耳油了啊！啊，那欢迎一位歌唱艺术家侯玉兰先生。转条高路又爱大了，向我的婆婆心肝疼啊，安养的日子真难过哟，咿咿呀呀梦江天。好久没见面了哈！哦，好久诶！来，麻烦。哇，差不多有10多年了。有。跟罗哥金钱章购嘛，你客家天使腿开腿的时间。对呀。哎，永永来欣赏，咩强用来演从落水田从。对呀，我基隆市我第一摆谈到看到永兰欣赏的时间，哇！这位老师好有气质，很这样的意思，就是。个声音本来应该，就感觉有点国际巨星的感觉，系啊。然后基隆市第一摆谈到，用客家歌曲做的用安的上乐的方式去呈现呐。嘿，很惊讶，较感通人呢。对呀，让我那时候特别的惊艳，真的惊艳，这是真的惊艳。鼓手一久没看到欣赏嘞。对啊，而且老师那个时候10几年前10多年前，看样子较服装啦。哎呀，让我他那个 bass 他太对了。因为演技多的对，天空我是暗多的啦，身体天空，我演技多的是不是？哎呀，
对啊，嘛去抽回来哈。哎，唔过我第一摆读到欣赏呢，我第一摆堂都欣赏的演冲哎，情感通呢。哦，另外还有感动的点是阿凯老师哎，我们国凯老师居然弹起钢琴来。你今天特别帅嘞！哎，刚罗哥居然说你帅。对啊，我还揉了揉我的眼睛。对，我每一次只是觉得他很滑稽，我今天还特别觉得他帅。我以为他只会放大箱音效，没想到会弹钢琴。有一这个部分，谢谢你哦。我们今天这么有气质的老师还造次。哎，欣赏用按优秀呢，你从小就开始学上乐嘛？哎呀，咁你从小都接触到？系啊。冇，因为我从小都喜欢唱歌的。哦，唱歌的。小时候有嗰啲环境嘛，做得唱歌。冇那个古典音乐环境冇。英国艺术。唱嘅流行歌的。哦，嗰樣時唱嘅流行歌嘅大部分係乜嘢？我係去學校都推表學校去歌唱比賽啊，還有演了那個話劇啊。哦，嗰樣時推表學校去歌唱比賽唱流行歌曲，也唱嗰種什麼嘅歌？要唱流行化歌曲嘅了。有學校嘅歌嘅啦。哦，什麼《滿江紅》啊，怒髮衝冠，有點軍歌嗰種感覺嘅歌。小小雨雪，噔噔噔噔噔。可能唱西風嘅話嘅就比較舊一點的那種。去年我回來。你們剛穿新棉袍，這節奏配起來好哀傷。好嘞啦，拿鈎子嘞。壮壮老師不要隨便給節奏，好不好？哦，我之前咧寫時節家家推俾我講，學校出去比賽。啊，唔過上樂係古典樂嘅部分呢。爸爸去日本行醫了哈，所以我就跟他去日本。那就從高中開始，就音樂學校。哦，所以你是在日本就讀？音樂學校，過來就東京的武藏野音樂大學，兩邊都研究所。那不叫武藏丸嗎？武藏野。爷啊，不是叫武藏丸。武藏爷，人家读这里音乐大学，读到研究所，然后毕业以后，我就各个那个比赛啊，我就开始比赛。日本比赛？都到处比赛，然后就。成绩还不错，得奖无数，哈逼了吧？所以我就看到，感觉邱玉兰老师有那种美空云雀的感觉啊，其实很有日本那种就是艺术家的气质，那种鼻子很日系，就那种国宝级的那种艺术家的那种气息。对啊。你可能你苏当红拿了2种，有冇？还是上洋唱片呢？专出高级古典音乐的，冲片。这个还是在日本的那个 NHK 交响乐团，然后一起演出的一个音乐剧。系啊，欣赏是走过有吉利会嘅音乐剧、歌剧，做得同你介绍一下冇？哈，嘿，了解中吼，有冇个嘅表演嘅亲历会歌剧经验？歌劇嘅朋友可以介紹一下。因為去日本或者明年攏會開啊那個獨唱會啊，哦，我都很愛我們的客家歌啊，真的哦，很喜歡。我演出，所以你日本沒有演出？對，我也很認同我們客家的那個文化，認同。所以我每一次開獨唱會的時候，我就會。唱人哋客家歌，像落水田一條歌，一天可以唱。都會演唱一兩條客家歌啊，山歌子，落水田啦，還有山歌一唱新華科呀，兩條歌都有是唱歌啊，有。當然，日本人彈起來感覺用。他感動，挺喜歡，非常喜歡。哦，你有跟他講說這是台灣的客家的歌謠。對，我去紐約獨唱會也是，有介紹，那評論家也說，客家歌真是很好聽。真的。其實音樂不分國界，有上是，像真是嘅歌劇，他聽說都是意大利文，我們也聽不懂啊。不過有的會你聽一排糖豆就會。
清感通，真的真的，就像甘糖豆呢，鸡母皮都起来了。吃到清感通呢，尤其迄欣赏的口音。所以老师演过的剧有大概，比如说像经典的那些剧嘛，那个蝴蝶夫人呐。我演过歌剧，我演很多了，一朵哦，青朵，哎。弄演了那个普契尼的歌剧，普契尼的歌剧是非常难唱的啊。我是演他的蝴蝶夫人呐，还有那个我也演杜兰朵公主。老师，你穿那个日本和服的时候，对，里面有穿吗？真实的迄毛做啦，人家问题挺好的，一礼拜哈应该有做。因为那个结婚题目的哈，结婚的时节的衣服，所以我礼拜还有做一个那个安布条的睡衣，所以个时节还做亮。杜方有照，大夫会有照吗？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原则上没啦。做唔得啦。原則上，佢傳統係做唔得啦。傳統係做唔得。因為有人哋扣啊輕。對呀。正式的和服冲做起來，好像十幾20道工序，很多工序。很麻煩，很麻煩。哦，調下個胸片，係先生一講咧。真的。所以我演那個蝴蝶夫人的時間哈，他假如我演到比日本人的什麼行路啊什麼還較好。所以品非常好。我想說我是我個人，所以我不想輸他們啊。所以我研究。他剛研啱講精神拿出來。啱講精神對。所以我研究了很多。輸人不輸陣啊。他的那個動作。姿態啊。那個要怎麼走？小步小步。然後要內八。內八對。有些，因為他們很多手勢這樣子啊，用版對。輕功叫的啦，好嗎？卡起來哈，要很溫柔的。哦，不能挺，抬頭挺胸。胸嘅記到那個kimono就是要遠遠的那個。我看到講緊那樣，係冇一講這樣子，輕柔很柔。哦，這個要講究，對，輕功叫的。那剛剛前面介紹的時間講，有講唔同卡列拉斯同台過，哇，這個也是世界3大合一，男高音呢。對啊。哇，這個也是很大的。對對。有胸片，正經的先生。哇。你喺先生頭擺用的嗎？還是。哦，真的。你看，那時候老師的身材不輸你哦。真的哦。那應該沒做得以後嘻哈上哦。我是83公斤的。哦，真的。唱聲樂就是要有那個貝斯啊。對啊，那個音箱才大。音箱會開啊。年輕的時候也是很 smart 的呢。從那個國外開始。你看見延安多，哇，有幾多年？對，慢慢的演繹唔得的音樂廳啊，所以那兩廳院廣場青苔呢，草南呢，太顯呢，加班演應該天使出來本他個看。 7、8萬人應該有。跟新聞當中還記得有波頭。有，因為卡列拉斯有一陣子蠻常來台灣。3萬人，哇，這個所有的經驗都是我們遙不可及耶。黑某欣賞正給他。我自己也非常高興的，可以跟世界有名的男高音一起唱。對啊，不過我的聲音是戲劇性女高音，所以我跟他唱是，非常聲音也是很配的。 親有故事性，對，一定很配。就像我有一次聽那個誰，江蕙，有沒有？不是江蕙怡哦，是江蕙，然後跟那個帕瓦拉蒂同台，是不是？錯，唱《雨夜花》。哦，那也是很棒的一個經驗啊，對我們流行歌手來講。對啊，其實他卡列拉斯也有唱過我們的。 那在那遙遠的地，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那，繼續。很棒哦，聲音很棒。哎，我吃到羅歌清由學聲樂的本錢呢，因為人家打應該還有那個共鳴，也很棒。中低音高音沒辦法，高音那個是要靠
可能要靠张雨生来才有办法。哦，就是显灵的部分。对对对，哦，那个接下来哈，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再带来一首歌？哎呀，听说你有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冠军歌手，是哎呀。怎么会很高兴，很高兴哦，很高兴哦。哎，阿威他唱哪一条歌哎？红豆匙，红豆匙哦。他邀请到的那个家伙是谁？啊，不是那个人。哎，不爱哦，放出重点，连撵突总冠军那个冠军歌手是谁？是，嗯，他很好，声音很好，哎，长得也很帅。他也是本科系的，对吗？彭思群呐，哎，哦，冠军歌手彭思群，他一定压力很大。那已经脸都已经僵掉了。好了，唱得清楚。红豆匙两条歌，係嘛？哦，聽下來獻唱哦。嚟。窗风雨黄昏花，忘不了新秋雨旧愁，咽不下一粒金箔玉满壶，浇不尽情意花容霜，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展不开眉头，爱明更漏，恰是走不住的情伤意，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恰是走不住的情伤意，流不断的绿水我们华人就说，好，这个好，唱的赞，真的，谢谢老师，很棒，谢谢。台湾人的人讲，够厉害了，这样唱台湾人哦，哎，今后唐人也压力解除了哦，有点重哦，轻重呢，总算可以让你好好表现一首声乐的歌曲，对吗？還有幾比同芒色，卡少。較少啦，有啦，有場時有個唱挑戰賽的時間，之前有唱過個九兒嘛，也是比較美聲那種唱法，唱嘛，有一些嗰種感覺。所以今天怎麼會有這個機會可以跟我們邱老師？邱老師其實喺我高中，就喺我學聲樂啟蒙老師盧偉麗老師的老師，所以是師祖級的，是師祖級的。邱家門派流派。你有直接邱老師直接教導過？松哥嘛，松哥先生嘅課。我其實嗰時間我考研究所碩士班嘅時間，我有去同老師上過課，係老師有
指头公哎，安尼。哦，真的哦。对你有印象吗？有哦，就我印象嘿，长得很帅哈。哦。然后个性很帅，这是帅的。当然，狗上亲后啊，狗上以后了。我嫌坤都面呐。颜值。啊，你见面就是嫌坤都面。嫌坤面。第一印象是长得帅，第二印象就是冲得好。哎嘛。对。所以有特别调教哈。有啊。有啊。应该有啦，是的，真的。尤其上应该对太七个。给他学生都清音质，对，好两看细心调，这是什么？第一名，其实从邱老师第一摆嘅演係這樣你會講到年紀，就係2003年台北南區音樂班去比賽全國鄉土歌謠大賽客語組決賽。其實係冇同老師熟識，係冇認識裡面係。拿到獎歸去學校的時間，同這個主修老師盧偉禮老師報喜嘛，然後老師就同我聊天，同我講啊，佢咩評審先生係有賣嘢記得冇？然後佢講，個有一位先生很多邱玉蘭老師，叫盧偉禮老師，然後同我講，我這個上個老師同我講，伊係我太好同研究所的。教授，以外有人演分錘就冲了，哇！你被老师评了第1名哎，第1名哎，现在还记得他，所以这个那时候就是长得很好，而且唱得很好，最主要是长得，你是老师的菜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演分哈，哎，演分呢，用便宜了哎，今天有办法跟他同台啊，那演出的，这真的很棒的一个缘分。哎，这已经太赞了啦！是。哎，欣赏嘅做得搞一些些嘞，亮啥？也係本觀眾朋友，看我來分享一下嘅創歌嘅技巧。比如聲樂，些些嘞，聲樂方面一樣去練嗓音，讓我較出來。嗓音那樣又蠻出來。戲讓我出來，就像哎呀，像邱老師用的。像邱老師用的。因為普通我哋唱歌嘅吼，比如說唱山歌、唱我哋民謠吼，都冇用按到安尼氣邊啊那個身體啊。那他看起來麥克風差不多不用按嚴。是。佢家是講用衝會憋踢。用到，全是。有上次看嘅表演嘅時間，其實大部分聲樂家是沒有用麥克風。做唔得用麥克風。冇嘛，用吊的嘛，加個麥克風吊得到。冇那個擴音的效果。冇擴音的效果。只有收音，實況錄音，收音的，所以用鼓手比較上歌，請他送得一夜難用，他們要送到很遠。第4樓啊，最尾一排嘅觀眾朋友，要聽得到啊，要聽得到，連嗰個錄音有冇？高音調上去嘅最弱嘅聲音，我傳得到。前人嘅座位的，會彈得到，會彈得清楚。冇用麥克風會彈得到。還有 orchestra 伴奏吼，也是，哦，高雄我嘅伴奏有冇強用哦？唱歌也是上啊。哦，欣賞做示範一下嘛，像民謠，也係講從你嘅上樂啊歌曲、民謠，嘅那個唱法應該都不太一樣吧？做的示範一些些的，一兩句嘅，唱民謠用版來唱。唱民謠就冇按層，哦，就係強鬆嘅用，冇按圓，冇按層啦，冇按，所以唱民謠，比如說我哋唱什麼？茶葉青葉，水葉青葉，冇按層。哦，其實聲音冇唱按鍵，哦，唔是表按出來就差唔多。唱嘅咧，比如說迷桑，像落水一樣，就是表出來。我哋唱 opera， 唱我哋嘅歌劇的，歌劇嘅時間，上而清沉，清遠。哦，規隻身體都出力咁樣。哦，薩拉米亞，真係貴啊你，貴港啊你，一聽啊你。講一條那個，用聲樂唱到一條路山啊，會有那個。個共鳴嘅 V 冇強用聲音，咩冇強兩吐，咩冇強用。比如說。
呀，就他们有那种冲法，柔，比较小调的感觉，力道差很多哎。像我从杜兰朵公主，哈，那个彻夜未眠，哦，亲那个，哈，给就声音很轻台轻带放，哦，那个呀，还是侦查清多，我那个讲唱过没示范了哈，啊，那2个算了啦。2位老师今天很棒了，挑战也很大，超唔出个国际的上哎，没关系，那个，你有了解的，还接下来再请我们邱老师带了一条，这个攸关好像也有一点。这个跟客家有关系的一种歌曲。偏半改编的歌啊，系嘛？唐公先生今日带了一条偏半改编的，系嘛？一条路线，一片风那条歌的哦，我用其他迷上的冲法来表演的。哦，那就要老师会帮忙嘛哈？有嘛哈？那有帮忙，那这样就啊，你要我们东亚小福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邱老师带了一条，一条落山一片风，好来。